提醒咱的观众朋友，若要出国去呢，就要特别注意。疾管署有公布新增加一宗麻疹群聚事件，这机票个案是台北市一名20外岁女性，伊3月底去到越南旅游，等来到台湾了后发病，是等到第4届就医才来确诊的，而且伊有传染予查某同事，2个人的接触者扩列超过200人。因为咱台湾民众正爱去到越南观光，疾管署也要提醒民众去到遐就要特别注意。 上北爆发麻菌株，疾管署顶礼拜公布新增加2例麻确诊病例，指标个案是台北市20外岁女性，3月底捌去越南岘港旅游，回国了后出现症状，第4摆去看医生才确诊。后续增加一个本土病例是新北市30外岁女性，也是指标个案的同事。特别注意是本土个案发病进前捌有大中活动史，虽然迄时阵无症状，毋过评估已有传染力，提醒民众要注意。这是今年第4件麻菌株事件，相关接触的人有235人，要监测到5月11。 这个个案他有呕吐的症状哦，所以有可能会让医师怀疑，或让这个个案以为是这个肠胃道的这个症状哦，所以比较没有去往这个麻疹的方向去想。疾管署统计，今年已用28例麻病例，其中11例是本土，另外17例是境外移入，拢是为越南来。 本土加境外移入病例数双双创近2年同期新高。疾管署表示，越南是国人旅游热点，不过最近麻疫情严重，所以提醒要去越南旅游的民众，等下台湾了后3礼拜，依然爱注意是毋是有相关症状，患先爱购地旅游史。他们先前的这个疫苗接种率，可能在那个受到 COVID 疫情的影响，接种率下滑，预期可能上半年还是会有一些持续的越南的麻疹疫情，导致我们有境外入的风险。疾管署警告，越南麻疫情最近1礼拜增加4100多例，加2例死亡。今年到4月中有7.6万例，大人重症数欠悬，呼吁家长若要带囡仔去麻流行区，在照时阵自公费麻疫苗，若无满1岁，佮无做疫苗，感染麻了后死亡率有2%。记者综合报道。